勇士滅火箭 Game 1，大賽底下經驗係好重要嘅，邊個抵受到壓力就可以勝出啦。喺呢球波裏邊，曾經領先雙位數字嘅勇士，俾對方一個3分就幾乎追到氣咳。好在不啲喺呢個時候跳出嚟3分建功，穩定軍心。睇落去年青力壯嘅火箭季後嘅經驗真係夠啊！佢哋就喺關鍵嘅時候好容易就犯錯啦。搶板之後，勇士3路挺住大賽壓力，縱容步步進逼，慢慢嚟，慢慢食。老哥喺度唔使驚，區里今場近投遠攻，加上老將不拿勇悍老練，男仔應得就得，應該出手就出手，毫不手軟，完全1分43秒，火箭隊又衝擊，得唔得呢？可惜撞板出嚟，又俾邊六嘴攞翻個籃板。咁喺不拿指揮約定底下，勇士你急我唔急啦，慢慢攤慢板啦。火箭喺呢場嘅防守係冇上場咁發揮得威猛嘅，不拿就笑啦，輸 win， 但係火箭嘅球迷冇晒表情，唯有寄望下仗復仇啦。主將打到呢個時候，仲有一陣子。俾啲後生衝擊啦，真係坐低休息下啦。你覺得勇士能夠順利過關7場4勝制裏邊打低火箭呢？勇士究竟有冇半軍相呢？歡迎你留言討論。我哋呢個頻道係日日都有猛片更新，歡迎你訂閱留言，大家交流。